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，以赛亚书第44章第1节到第8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14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重新得力。有一首诗歌，我的救赎者活着。他的歌词第一段这样写道：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他是永活的主。当我在深谷迷失中，他领我走正义路。上帝是我们世人的救赎主，也借着耶稣基督，他赐恩典给了我们。不但如此，他的救赎计划更是从创造就开始了。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：上主是唯一的上帝。上帝说：听啊，我的仆人雅各的后裔，听啊，我的选民，以色列的子孙，我是创造你的上主，从你出生我就帮助你，不要怕，你是我的仆人，你是我所钟爱的选民。我要降甘霖给干涸的土地，要使沙漠涌流清泉。我要赐力量给你的儿女，要赐福给你的子孙，他们要滋长像水边的青草，繁茂像河畔的杨柳。人人要说我属上主，他们要加入雅各的队伍。人人要在手臂上刺着上主的名号，他们要参加以色列的行列。上主以色列的君王，万军的统帅，救赎主这样说：我是开始，我是终结，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，谁能够跟我相比？让他提出证据。谁能做我做过的事？谁能预言将来的事？让他把要发生的事宣布出来。我的子民啊，不要惊惶害怕，那不是早已把古今的事都预言了吗？你们就是我的证人，我以外还有别的上帝吗？还有其他大能力的神我们没有听过的吗？就这一段的经文来讲，出自于以赛亚书44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以赛亚先知说，上帝是救赎主，他是开始也是终结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上帝，别无拯救，因为这是救赎拯救，让4个人可以重新得力，也重新被创造的。使徒行传第2章14节到24节记载着彼得的讲道。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是，从前不久才否认耶稣基督，有四处逃窜躲藏的使徒们、门徒们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竟然在耶路撒冷公开的聚会，并且由代表人物彼得讲道传福音。这是在圣灵降临的恩典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彼得引用了约珥书第2章28节到31节的经文，谈到了人因为圣灵的能力而被改变的生命，
是重生的生命，也是重新得力的一个来源。彼得的信息，这时候彼得和其他11个使徒站起来，他高声向大家说：犹太同胞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你们要明白，要留心听我的话。你们以为这些人是喝醉了吗？不是的，因为现在才早晨9点钟。这情形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上帝说，这是我在世界的末期所要做的事。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在每一个人，你们的儿女要宣告我的信息，你们的年轻人要看见异象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奇异的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出来，甚至给我的奴仆和婢女，他们要宣告我的信息。我要在天上显神迹，在地上行奇事，有血，有火，有浓烟。太阳要昏暗无光，月亮像血一般的红。在主那伟大的荣耀的日子来到以前，这一切都要发生。那时呼求主名的人必然得救。以色列同胞啊，你们要听的话，拿撒勒耶稣神圣使命，很清楚的由上帝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异能奇事向你们显示出来了。这是你们自己都知道，因为是发生在你们当中的。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和先见，早已经决定把耶稣交给你们，而你们借着不法的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杀了他。但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，因为死亡囚禁不了他。圣灵的能力使人能够重新得力，生命的状况被改变，没有盼望的变成满有盼望，从害怕的变为勇敢，从软弱的变为刚强，从否认躲藏的变为勇敢公开见证主名，传扬福音。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，我谨守上主的法律。年轻人要怎样过纯洁的生活呢？就是要遵行你的命令。我一心要寻求你，求你使我不背弃你的诫命。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上主啊，我颂赞你，求你把你的法则教导我。我要高声传述你所立的一切法则。我渴慕你的法律远胜过一切财富。我学习你的教导，我慎思你的训诲。我以你的法律为乐，而不忘记你的命令。恳求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新生命，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，勇敢的面对困难，能够公开的见证主名，传扬福音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